30年来，我对每一位病人都说出同样的话：想长肌肉，多吃鸡胸肉。我看着自己的父亲，一位退休的建筑工人，虔诚地遵循这个建议，他每天都吃烤鸡胸肉。然而到了70岁，他却几乎抱不动他的孙子，尽管他做对了一切，他的肌肉却仍在流失。那时我才发现了一些颠覆我对50岁后增肌认知的研究。科学证据非常明确，有8种特定的食物在维持和构建肌肉方面表现得比肌肉更出色。而这份清单上的第1名食物含有肌肉完全缺乏的关键矿物质，这些正是您的肌肉此刻急需的营养素。像研究显示，从吃鸡肉转为吃这种食物的人，在短短12周内力量增长了3倍。我将为您倒数这8种食物，精确解释哪些化合物使它们更加优越，并展示证实这一点的同行评审研究。但在开始之前，您需要先了解一点：鸡肉之所以成为增肌的预设食物，并不是因为它是最佳选择，这完全归功于1980年代家禽业的行销。请务必看到最后，因为第1名食物含有一种特殊的氨基酸组合。麻省理工学院 MIT 的研究人员发现，它可以在短短8周内逆转与年龄相关的肌肉流失。让我们开始吧。第8名，希腊优格。我知道您在想什么。优格通常是早餐，不是拿来增肌的。但希腊优格的独特之处在于，一杯希腊优格含有20克蛋白质，这与同等重量的鸡胸肉相当。但真正的优势在于蛋白质的类型。希腊优格提供了乳清蛋白 Whey 和酪蛋白 Casein 的天然组合。乳清蛋白吸收迅速，能在30分钟内让氨基酸充满您的肌肉，而酪蛋白消化缓慢，能提供长达7小时的肌肉构建化合物稳定流。发表在营养学期刊 Journal of Nutrition 上的研究发现，这种双重蛋白质组合使肌肉蛋白质合成率比单独吃鸡肉高出34%。该研究追踪了120名60岁以上的成年人，为期16周。食用希腊优格的那组增加了3磅的瘦肌肉，而吃鸡肉的那组仅增加了4磅。但让希腊优格真正卓越的是白氨酸 Leucine。每份希腊优格含有8克白氨酸，比鸡肉多出40%。白氨酸是肌肉蛋白质合成的总开关，它能活化 mTOR 路径，这是一条告诉身体构建肌肉而非分解肌肉的细胞路径。希腊优格还提供您每日钙需求的20%。钙不仅能强健骨骼，对肌肉收缩也至关重要。研究显示，即使蛋白质摄取充足，缺钙也会导致肌肉力量下降高达25%。希腊优格中的益生菌还有另一个优势，改善蛋白质吸收。发表在英国营养学期刊 British Journal of Nutrition 的一项研究，证明益生菌能增加18%的氨基酸吸收率，这意味着您吃下的蛋白质能更多的真正到达肌肉。请选择每份至少含15克蛋白质的原味希腊优格，可以加入莓果，补充抗氧化剂，再淋上一点蜂蜜，其易消化的碳水化合物有助于增强蛋白质吸收。第7名，野生鲑鱼。这种鱼能做到肌肉永远做不到的事，它在构建肌肉的同时，能减少分解肌肉的发炎反应。6盎司的野生鲑鱼提供34克完整的蛋白质。但真正的力量来自 Omega-3 脂肪酸 EPA 和 DHA， 这些化合物在肌肉中完全缺乏。华盛顿大学医学院的研究发现， Omega-3 能使老年人的肌肉蛋白质合成率提高达50%。
该研究让参与者每天摄取4克 Omega-3，持续8周。肌肉切片检查显示，负责肌肉生长的分子信号路竟显著增加。这一点很重要，因为50岁以后，您的肌肉会对触发生长的正常信号产生抗性。这种情况称为同化阻抗 （anabolic resistance）。这就是为什么随着年龄增长，吃更多蛋白质病不总是能转化为更多肌肉的原因。Omega-3能克服这个总抗 ，EPA 和 DHA 还能抑制肌肉生长抑制素 myostatin， 这是一种会主动阻止肌肉生长的蛋白质。一项研究发现，每天摄取2克 Omega-3， 在短短12周内就能将肌肉生长抑制素水平降低 23%。野生鲑鱼还含有虾红素 astaxanthin， 这是一种富于鱼肉粉红色的类胡萝卜素。虾红素是一种强大的抗氧化剂，能将运动引起的肌肉损伤减少高达 40%， 这意味着恢复更快，训练更有效率。鲑鱼中的硒每份55微克，支持甲状腺功能和异固酮 testosterone 的产生，这两者对于维持50岁后的肌肉质量至关重要。临床营养学 （Clinical Nutrition） 的一项研究追踪了156名65岁以上的成年人，他们每周吃3次鲑鱼，6个月后，他们的瘦肌肉量平均增加了3磅，而吃鸡肉的对照组仅增加了0.8磅。请选择野生捕捞的阿拉斯加或太平洋鲑鱼，养殖鲑鱼的 Omega-3 含量只有1半，且发炎性的 Omega-6 脂肪酸含量明显较高。第6名可能会让您惊讶，猫屋起司 Cottage Cheese 这种常被忽视的乳制品，是一个能在您睡眠时发挥作用的增肌强者。一杯低脂猫屋起司提供28克蛋白质，比一块鸡胸肉还多，而且其中80%是酪蛋白。这种消化缓慢的蛋白质能防止进食期间如睡眠时的肌肉分解。一项在医学与科学、运动与训练 （Medicine and Science in Sports and Exercise） 上的里程碑式研究显示了夜间蛋白质的摄取。睡前吃猫屋起司的参与者，其睡眠期间的肌肉蛋白质合成率比晚餐吃鸡肉的人高出 22%。时机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睡眠是身体精力最长进食期的时段。如果没有可用的氨基酸，肌肉就会分解，以提供身体所需的构建肌块。猫屋起司能防止这种异化状态。猫屋起司含有每日钙需求的 18% 和大量的磷，这些矿物质协同作用，维持细胞层面的肌肉收缩力和能量产生。让猫屋起司与众不同的化合物是共轭亚麻油酸 （CLA）， 乳制品中天然存在的。CLA 已被证实能减少体脂肪并保留瘦肌肉。一项针对18项研究的统合分析发现，补充 CLA 平均能减少3磅脂肪，同时维持肌肉质量。猫屋起司也富含维生素 B12， 每杯提供每日需求的 59%。B12 对于红血球的生成至关重要，红血球负责将氧气输送到运作中的肌肉。研究显示 ，B12 缺乏会导致肌肉力量下降高达 30%， 并显著损害运动表现。猫屋起司中的白氨酸含量每杯2.7克，与希腊优格相当，且超过鸡肉，这使其成为触发肌肉蛋白质合成反应的理想选择。请选择全脂或2%脂肪的猫屋起司，而非脱脂版本，因为脂肪有助于身体吸收维生素 A、D、E 和 K， 这些对荷尔蒙产生和肌肉功能都至关重要。第5名，扁豆 （lentils）， 这是一种植物性蛋白质来源，在多个关键领域胜过鸡肉。
一杯煮熟的扁豆提供18克蛋白质，加上16克纤维。但让扁豆卓越的是，它们是铁质最丰富的食物来源之一，每份提供每日需求的37%。铁对肌肉生长至关重要，因为它是制造血红素和肌红蛋白 myostatin 所必需的这2种蛋白。致负责储存氧气并将其输送到肌肉组织。缺铁会使运动能力降低高达40%，并显著损害肌肉蛋白质合成。每份鸡胸肉仅含每日铁需求的5%。这种矿物质缺乏是肌肉无法成为完整增肌食物的主要原因之一。发表在国际运动营养学会期刊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Sports Nutrition 的研究，发现铁质水平最佳的参与者在阻力训练期间增加的肌肉量，比铁质水平偏低但正常的人多出27%。扁豆还提供极高量的叶酸，每杯达每日需求的90%。叶酸与维生素 B12 协同作用，以产生新细胞，包括肌肉细胞。它对于降低铜半胱氨酸 homocysteine 也很关键。铜半胱氨酸是一种在升高时会损害肌肉蛋白质合成的氨基酸。扁豆中的纤维能稳定血糖和胰岛素水平，为肌肉生长创造最佳的荷尔蒙环境。稳定的胰岛素能防止皮质醇 cortisol 飙升，皮质醇会分解肌肉组织。扁豆含有抗性淀粉，这是一种难以消化的碳水化合物，能喂养有益的肠道细菌。这些细菌会产生丁酸 butyrate， 这是一种短链脂肪酸，能减少发炎并改善胰岛素敏感性。这2者对于维持肌肉质量都至关重要。营养素 Nutrients 期刊的一项研究显示了50岁以上成年人使用植物性蛋白与动物性蛋白增肌的效果。结果显示，摄取充足植物蛋白与吃鸡肉的组别在肌肉增长上没有显著差异，但植物性饮食组显示出更优越的发炎指标和代谢健康状况。扁豆提供大量的镁，每杯占每日需求的18%，镁是肌肉组织中超过300。种酵素反应所必需的包括蛋白质合成、能量产生和肌肉收缩。将扁豆与米饭或藜麦搭配食用，可形成完整的氨基酸谱。您可以将其加入汤、沙拉中，或制成扁豆汉堡排，作为营养密集的增肌餐。第4名，全蛋，不是蛋白，是全蛋，这很关键，因为蛋黄含有能显著增强肌肉构建的化合物。2颗全蛋提供12克高品质蛋白质，其生物价 biological value 为100，这是最高评级，意味着您的身体几乎可以利用鸡蛋中的所有蛋白质来构建肌肉。但大多数人忽略的是，吃全蛋比只吃蛋白能多增加40%的肌肉蛋白质合成率。美国临床营养学期刊 American Journal of Clinical Nutrition 的一项研究，比较了年轻男性进行阻力训练时食用全蛋与蛋白的效果。尽管蛋白质含量相同，全蛋足显释出显著更高的肌肉蛋白质合成率，原因在于蛋黄。蛋黄含有胆碱、choline、维生素 D、Omega-3、硒和维生素 A， 这些都是增强蛋白质代谢和肌肉生长的化合物。胆碱尤其重要，1颗全蛋提供每日胆碱需求的27%。胆碱能维持肌肉组织的细胞膜完整性，并支持神经肌肉接点 neuromuscular junction， 这是神经信号触发肌肉收缩的地方。如果没有足够的胆碱，大脑传第3肌肉的信号就会减弱，导致力量和表现下降。鸡蛋是叶黄素和玉米黄素的最佳膳食来源，这些类胡萝卜素
能减少肌肉组织的氧化压力。研究显示，这些化合物能将运动引起的肌肉损伤减少高达32%。鸡蛋中的维生素 D， 一颗大蛋提供每日需求的6%，对肌肉功能至关重要。肌肉组织中存在维生素 D， 受体缺乏维生素 D， 与肌肉无力和萎缩直接相关。研究显示，纠正维生素 D 缺乏症在短短12周内平均能增加15%的肌肉力量。鸡蛋含有所有9种必需氨基酸，且比例最佳。2颗鸡蛋中的白氨酸含量约为1.2克，足以触发肌肉蛋白质合成，特别是与蛋黄中的其他营养素结合时。向追踪2。900名60岁以上成年人的研究发现，每周至少吃3颗鸡蛋的人，在5年期间维持的肌肉量显著多于吃较少鸡蛋的人。无论总蛋白质摄取量如何，鸡蛋中的硒，2颗蛋占每日需求的28%，支持甲状腺荷尔蒙的产生，并在运动期间保护肌肉免受氧化损伤。仅可能选择放牧鸡蛋，它们含有的 Omega-3 脂肪酸是传统鸡蛋的5倍，维生素 E 是2倍。第3名，沙丁鱼。这些小鱼每盎司所含的增肌力量比任何其他常见食物都多。1罐3，75盎司的沙丁鱼提供23克蛋白质，与鸡胸肉相当，但沙丁鱼提供了肌肉永远无法提供的东西——可食用的骨头。这些微小的骨头含有大量的钙和磷。1罐带骨沙丁鱼提供每日钙需求的35%和磷需求的32%。这种矿物质组合对于肌肉收缩、能量产生以及维持神经肌肉连接，防止与年龄相关的力量流失至关重要。沙丁鱼是 Omega-3 脂肪酸最丰富的来源之一，每罐提供超过2克，比鲑鱼还多。这些 Omega-3 能减少发炎，增强胰岛素敏感性病，直接提高肌肉蛋白质合成率。但让沙丁鱼真正卓越的化合物是辅酶 Q10 （Coenzyme Q10） 或 CoQ10。沙丁鱼是这种化合物的最佳膳食来源之一，这对于肌肉细胞的能量产生绝对至关重要。30岁到80岁之间，体内的 CoQ10 水平会下降高达65%，这种下降与肌肉功能减退和疲劳增加直接相关。研究显示，补充 CoQ10 能将运动能力提高高达25%，并将肌肉损伤标记减少35%。沙丁鱼提供极高量的维生素 D， 每罐占每日需求的70%。这使得沙丁鱼成为少数几种能单枪匹马纠正维生素 D 缺乏症的食物之一。这在50岁以上的成年人中影响超过40%。沙丁鱼中的维生素 B12 含量惊人，每罐达每日需求的338%，远超肌肉。这巨大的剂量确保了最佳的红血球生成和神经系统功能，这两者对肌肉表现都至关重要。营养与代谢期刊 Journal of Nutrition and Metabolism 的研究检视了患有肌少症 sarcopenia 的老年人食用沙丁鱼的情况。每周吃3次沙丁鱼，持续6个月后，参与者平均增加了2磅的手肌肉，握力增加了18%。沙丁鱼还含有牛磺酸 taurine 这种氨基酸，能增强肌肉收缩力，并减少运动时的疲劳。研究显示，补充牛磺酸能将运动能力提高高达16%。请选择浸泡在橄榄油中的沙丁鱼，以获得额外的抗发炎益处。沙丁鱼的 Omega-3 与橄榄油中的多酚结合，能为肌肉健康创造协同效应。第2名，牛肝。这个排名可能有争议，
但在科学上是无可否认的。这种内脏肉类含有的营养素，在鸡肉或任何鸡肉肉类中根本不存在有意义的含量。4盎司的牛肝提供24克完全蛋白质，但肝脏的力量来自其微量营养素的密度，它是地球上营养密度最高的食物。每4盎司牛肝含有每日维生素 A 需求的620%。维生素 A 对于蛋白质合成以及维持负责再生和修复肌肉组织的卫星细胞 （satellite cells） 至关重要。研究显示，缺乏维生素 A 会使肌肉蛋白质合成率降低，高达45%。牛肝中的铁含量非凡，每份占每日需求的80%，而且它是血基质铁 （Hem iron），是生物利用率最高的形式。您的身体可以吸收高达25%的血基质铁，而植物来源的非血基质铁吸收率仅为2%到3%。缺铁是全球最常见的营养缺乏症，也是不明原因肌肉无力和疲劳的主要原因。透过食用肝脏纠正缺铁，可以在几周内将力量提高20%或更多。牛肝提供每日维生素 B12 需求的620%，每份超过3.000微克。这巨大的剂量能迅速纠正缺乏症，并支持肌肉细胞的能量产生系统，让肝脏无可取代的化合物是胆碱。每4盎司牛肝含有330毫克胆碱，占每日需求的73%，这比任何其他常见食物都多。胆碱是产生乙烯胆碱 （acetylcholine） 所必须的，这是负责肌肉收缩的神经传导物质。没有足够的胆碱，神经系统与肌肉之间的沟通就会恶化，导致力量和协调性下降。肝脏含有大量的 CoQ10、铜、锌和硒，这些矿物质在标准西方饮食中通常缺乏，但对肌肉功能至关重要。1970年代应用生理学期刊 Journal of Applied Physiology 一项有趣的研究检视了游泳选手补充脱水肝脏的效果。尽管训练相同，肝脏组的力竭，游泳时间比对照组增加了47%，而对照组仅增加了4%。肝脏中的铜每份占每日需求的160%，对于胶原蛋白的形成以及维持肌肉附着于骨骼的结缔组织至关重要。铜缺乏会导致受伤风险增加和肌肉功能受损。牛肝含有极高量的所有 B 群维生素、硫胺素、核黄素、烟碱酸、泛酸和叶酸，这些维生素协同工作，将食物转化为 ATP， 也就是肌肉收缩使用的能量，或 B。如果您刚开始尝试内脏肉类，每周只需从1盎司肝脏开始，将其与较细牛肉混合做成汉堡或肉丸，以掩盖味道，同时获得营养益处。第1名，牡蛎、生蚝。现在揭晓比鸡肉更适合增肌的第1名食物——牡蛎。6颗中等大小的牡蛎提供16克蛋白质，但这只是个开始。牡蛎含有的化合物是鸡肉中几乎不存在的，这些化合物直接调节负责肌肉生长的荷尔蒙，这就是为什么牡蛎是终极增肌食物的原因。锌 （Zinc）。6颗中等大小的牡蛎提供每日锌需求的673%，单次食用就超过75毫克。锌是产生异固酮 （testosterone） 最关键的矿物质。研究显示，缺锌会在20周内使异固酮水平降低高达75%。就正锌缺乏症在短短6个月内平均能使异固酮增加93%。发表在营养学 Nutrition 上的研究，检视了进行高强度训练的运动员补充锌的情况。
新组在12周内的异固酮水平高出32%，且比安慰剂组多增加了1磅的瘦肌肉。但锌不仅能提升异固酮，它也是细胞层面蛋白质合成所必须的。无论蛋白质摄取量如何，缺锌都会使肌肉蛋白质合成率降低，高达60%。您可以吃下全世界的蛋白质，但如果没有足够的锌，您的身体就无法利用它来构建肌肉。牡蛎含有极高量的硒6颗，牡蛎占每日需求的187%。硒支持甲状腺荷尔蒙的产生，并保护肌肉组织在运动期间免受氧化损伤。牡蛎中的维生素 B12 占每日需求的480%，远超牛肝。这巨大的剂量确保了最佳的能量产生和红血球形成。牡蛎提供大量的铜、铁和镁，这是血红素产生和氧气输送到运作肌肉所需的精确矿物质组合。研究人员对牡蛎中最感兴趣的化合物是牛磺酸 taurine。牡蛎是最丰富的天然来源之一，每份提供高达200毫克。牛磺酸能增强肌肉收缩力，减少运动引起的氧化压力，并改善胰岛素敏感性。一项关于牛磺酸补充研究的统合分析发现，运动表现平均提升了12%，肌肉损伤标记减少了27%。牡蛎含有 D 天门冬氨酸 D-aspartic acid， 这是一种刺激黄体生成素释放的氨基酸。黄体生成素会向异烷发出产生异固酮的信号。研究显示，补充 D 天门冬氨酸在12天内能使异固酮水平增加高达42%。牡蛎中的 Omega-3 含量每份400毫克 EPA 和 DHA， 能减少发炎并增强对阻力训练的同化反应。罗切斯特大学一项突破性研究检视了异固酮偏低的老年男性补充锌的情况。6个月后，服用锌的参与者增加了9磅的瘦肌肉，而安慰剂组仅增加1磅，而且他们甚至没有进行训练。牡蛎也富含肝糖 glycogen， 这是储存在肌肉中用于能量的碳水化合物。牡蛎中的肝糖有助于在运动后补充肌肉能量、储存、支持恢复和生长。尽可能选择新鲜牡蛎或是水浸或油浸的罐装牡蛎，每周只需2份，就能提供足够的锌来优化异固酮产生和肌肉蛋白质合成。就是这样，这8种食物在50岁后构建和维持肌肉方面表现优于肌肉。科学证据很明确，鸡胸肉是不完整的，它缺乏肌肉生长所需的矿物质、脂肪酸和微量营养素。最大的错误就是依赖单一的蛋白质来源，多样性才是关键。请在1周内轮流食用这8种食物，以涵盖所有的营养基础。从每周2次牡蛎开始，以支持锌和异固酮；每周3次鲑鱼或沙丁鱼，以获取 Omega-3 和维生素 D；每天吃鸡蛋，以获得完整的蛋白质和胆碱；每周吃1-2次肝脏，以补充铁和 B 群维生素，并用希腊优格、猫无起司和扁豆来填补您的蛋白质目标。如果您觉得这些资讯有价值，欢迎关注更多关于健康与长寿的内容。我每周都会解析关于老化、肌肉和身体机能的最新研究。欢迎留言告诉我，您打算先尝试这8种食物中的哪一种？如果您想查看我引用的实际研究，相关连结通常可以在这类资讯的说明栏中找到。请记住，重建力量永远不嫌晚。正确的食物结合，持续的阻力训练，可以在几个月内逆转数10年的肌肉流失。感谢您的阅读，祝您健康。